嘅老師係樣樣樂器都精通嘅譚振宇老師組，佢哋嘅組別係 The Memory Weavers， 唱嘅歌係嚟自失戀補習班嘅星夜。各位大家好。我相信識我嘅人都知啦，我係一個音樂人嚟啦。咁今年已經中六啦。咁呢6年嚟，學校只要有關音樂嘅活動，好似無論大小都有份出現過啦。咁其實由中一開始咧，去到今日我可以企喺呢個舞台上面，我好想借呢個機會多謝一個人，佢就係我身後嘅譚 Sir。喺我中一嘅時候，佢就已經帶我嚟到馬崇呢個音樂世界裏邊，我先至揾到我嘅興趣同埋我中學生涯嘅意義。另外咁耐以嚟啦，我都係攞住樂器上台嘅，咁所以其實今次係我第一次攞住支咪嚟上台啦，所以我自認唱歌都真係幾難聽嘅，所以希望大家見諒一下啦。咁依家大家可唔可以俾啲掌聲我身後嘅呢隊樂隊啊？佢哋知道，就算知道呢個表演咗冇獎都好，佢哋都願意花出咗好多 lunch 同埋放學嘅時間嚟陪我哋練啦。咁我好想多謝佢哋嘅。咁另外啦，今日帶俾大家嘅呢首歌其實係關於我中學生涯一段少少嘅遺憾啦。咁所以冇錯，其實呢首歌係我自己原創嘅。咁我都希望多謝我都希望多謝譚 Sir 啦，佢為我編咗好多呢首歌嘅伴奏。亦都多謝 Moses 我哋嘅 bass 手，佢幫我填咗呢份咁精彩嘅詞。咁樣多謝有佢哋喺度，先至成就咗我立志做馬崇第2個靠自己原創曲上台嘅人。好，咁講咁多係時候介紹下人啦，係咪先？咁首先頭先都講咗2次啦。首先係行上街首席吉他師譚 Sir。呢位係首歌嘅填詞人，入唔到圍嘅馬崇第1防守 bass 手 Moses。呢位係成日為咗 PE 功課費都忘餐，而搞到好瘦嘅吉他手 Bochy。最後呢位就係我哋對英玩1男大戰7男嘅蔡浩然。好啦，咁事不宜遲，送俾大家星夜。用沙於夜空中擾動，是誰在那輕聲伴我扭遊？縱使雲蓋掩月光，夜空為愛離放，細聲送贈。真比之氣暖流放，斜月圓滿。
同學嘅精彩演出，而家有5分鐘嘅休息時間，20分就會即將開始團體組嘅表演。